后来宜兰有一个读国小5年的这个小男生，伊是单亲，伊的妈妈带着癌症，今日妈妈剃光头也无自信，竟然是陪着妈妈做伙来剃光头。这个大心的举动，让妈妈真甘心。这妈妈讲，伊一定会坚强勇敢，拍倒这个病魔，陪囡仔做伙大汉。 头毛拢撸掉，这个查甫囡仔无唔甘，阁真大方，这毋是一般的剃头，背后有感动人的故事。为什么想剃光头？跟我妈一样啊，我妈因为那个癌症啊，她太孤单了，怕她没自信。伊叫彭灿，今年国小5年级，是单亲，因老母得着癌症，伊真大心，做将头毛撸掉。怕不怕同学笑？不怕啊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班上也有很多男生是光头啊。而且我还觉得我光头还显帅。这查甫囡仔爱岁年纪，唔惊人笑，几学期拢剃光头，这个行为互人真感动。很感谢哥哥啦，因为哥哥怕我就是心情比较不太好，所以说哥哥说，希望跟我一起剃光头。讲到6月赛，伊今年5月发现得了癌症，6月开刀，7月化疗，囡仔拢会照顾伊的生活。 小妹咳乌糖，阿兄切姜、蓝红枣、枸杞，这个养生的乌糖水淋入嘴内，温暖伫心肝内。妈妈还是会很坚强、很勇敢，对，也要谢谢他们2个。跟我写的。卡面充满无限的感激，相片拢是爱的分者，无得甲生活无如意，乐观面对，知天命。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。小小年纪，希望讲赶紧大汉，规家伙共同对抗病魔，可当健康的做伙，就是上大的愿望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